人讲哦，迄大头摆啊，为了尊宾吼，也功劳叔公啊，按愈行，迄摆来讲啊，行到来台北新店，按行去开困呀。干也叔公哦，是不听的，出配血，按日出行又出配血哦，啊，甲伊尊宾了，去送落来见，去请命叔公，请到的。我是作专业的。可以用绳结怎么？迄玫瑰吼，培养基吼，特别讨谈。啊，后来到暗时吼，讲啊，蹦放我下来！你停车！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我解释很多次，他不是，他是朋友。你走，你给我走！你说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真的让你走。你不要走。我真的没事吗？你不要走，你不可以抛下我啊！阿坤阿公哎，带你一起。大家大利客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妹，乡亲朋友，今日好无啊？天时转凉的哟，要记得多加凉衫哦。韩国百丽宫民众服务中心按叫有免费的健康检查呢，阿叔阿伯叔婆伯们有闲去韩国去做一下检查哦，健康是青春有的啊，系冇？韩国呢随时欢迎乡亲朋友打电话同我来打嘴鼓哦，俺也是在可以入来，我爱也是在吼同我打嘴鼓，好已经有乡亲朋友打电话落来，係公館嘅阿姨，阿姨你好。阿妹子。你好。俺叫無糖到夜生呢，俺叫好無啊？心情無乜愛好呢。用嚟咯。我冇看迄個模特啊，佢台北按叫又冇轉來咯，佢係咪冇愛啊？哦，我記得伊做喜茶買賣呀，係咪？係啊。哦，假伊怕生理太無限的啦。可能吧。嘿，唔是少啦，我社會都係伊嘅身體好冇。一錯啦，一錯啦。啊，我多注意啊，像俺哋如果多搶有新的產品啊，我對健康會好。謝謝哦，謝謝導播哈，謝謝梅姐辛苦了。謝謝哦，哎呀，下廚了，冇呀，頭都冇下清楚。娘誒，本人嗲嘅。人日子唔好啊，我講埋。那有腦屬實的佢好啊，佢都行情好看啊，有嘅咩有得買，仲還有一段時間嘛，然後然後就麻煩了，公司節目就像個太極太力做清紅的嘛。謝謝啦。麻煩咯，我不就太個希望那個，我來打電話買東西。有啊，頭都有按空個工作冇？有叫啊。有啊，頭都按東有空，拜託係冇？冇安尼講啦，有啦，歹勢嚟接下電話吼，歹勢，喂，那上牌牌啊，嘿，觀眾打電話。好。通講，佢只戇久的，遐梅子，都拢要人因調教的啊。哎呀，講阿梅子嘅眼望，唔好得拜讀多難咩嘢，咩你唔真知，都唔上嘅呢。也係啦，你朱存亮啊，就屬於安陽演出的嘛，對人老輩錄小錄皮，你行去判犯咯。叫伊來講，白面老唔講一家人就係去強下，講人有講人嘅問題啊，有法啊。係個。佢寫普通話，好冇？歹勢，字典話講。伊能聽愛啊，伊能聽愛。啊，謝謝。出面啲硬問題咧，
哎，副座，哦，唔太记账，咩事啊？啊，副座呀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产品，哎，唔好啦，唔好啦，哎，等下啦，你不用唔得，要改我冇協啦，副座，哎，副座，唔是難論啦，是難論啦，人哋啲股色冇識到喐嘅啦，那我按你啦，要冇乜嘅，要冇開年係冇副座，副座佢了解啊，然後冇協啦，人家佢難冇辦做。法，那幾禮拜冇業績咧，哎呦，咪做要地方新聞啊，比做全國咧還硬掉。哦，我哋唔想誒先李總聰，嘿，小哥拍攝吼，來，嘿呀，啊，公益人點冇嚟都說過，吼，阿姨啊，改讀裡面改法，我一天又好，就講提供啊，啊，聽書呀。冇凊彩講啊呢。當然唔可以弄壞嘅喏，而家改熟唔點哦，誒，冇問題。多錢咧？我啲啊，佢所以人來聽書咩？好乖。愈強嘅啦吼，強嚟冇拍嘅喲。好刁鑽哦，刁鑽啊！哎，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多啊，60蚊就好，60吧，哦。我係佢日電視呢，大時大啲仲好看呢。有看啊！係啊，有啊，真係嗰度新片咯，係啊，有買嘅豉油，佢爸爸媽媽豉油買嘅，人哋旅遊哦，好，我姐，哦，是冇啊，好，啦，啲，行好冇咯，都安尼啊，安尼哦，老闆咪係喺佢學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啦，你呀係。呢啲吼，一嗰種認識嚟講，對個個好啦，啊唔係啊送，講你先至話個好啊，呢個嚟啊，呢個嚟，媽嚟，啲噃。台位光速光橋，夾條誒，夾台位，夾條誒。個天波都飄起來咧，馬上又來傾落去咯。馬上要讓人傾落去呢，睇位好嘅咧。哦。做乜拿玻璃菜？做乜拿玻璃菜？拿嚟卜，真係食啊！我嘅當嚟食啊！卜人真係食啊！一集半唔卜。唔識下卜。唔會卜。冇愛捱媽冇愛卜，嚟，飄起來啊！呢個要不要睇我幫我卜？做唔得咧？ไม่ขอโก้ยฮะมันทำต้องหรอ
好啦，冇夠嘅啦，做乜水啦？有糖多冇？好啦，我用好了没？也夠啦。天不好关体嘞，按讲啊用万岁咯。啊，唔叫得嘞，这名好啦，好啦。阿南叔，嚟來哟。來啊，阿妹啊。哎。哦，來啊。哎呀，哥哥。好，你們啊，前妹啊。哦，10包嘛。做水田，好得有你天數啊。唔會啦，邊個？麻煩你哈。哦，冇，你。你個記得咯，阿叔說嚟吃隻轉咯，哈，記得咯，哈。我買較多地，啊唔拉啦，個吹到用我死體咧，買較多地位啦，唔看埋嗰裡菜嘛，本身種到變要死體咧呢，冇種就專門顧人嚟講咧，戇古生戇古哦，牙子牙大。講水飲好吧。啊，我解，講埋。節目啊，係咪有做唔下去嘅？冇啦，高中兩年都冇驗啊。不過公司裡面啊，食材來冇存錢啊。貴間公司又沒請阿姨的節目。係啊，喺度老總講，所以啊，伊讓醫療上面用地政府用業，對不對？其實哦，伊動聽從業節目呢。你說嘛？
有声音呢。点吗？啦，歹势呢。你们没有共用啊？没有的啦。干你！这样起来你创啥啊？无啦，表演啦，做行李卖呢啦。做行李嘞？卖呢啦。这里杀小啦！哎呀，冲啥啦？冲啥？冲啥？干啥？冲啥啦？卖啥啥？啊！伊啦，阮钱啊！你。 阮搞谁选的呀？你用的无？好死色哦，手都按起啊！回啦，等去炒药诶。我待下了。 对啦，拢茶药诶。唔是啦，喂，你给做嘛该？做嘛？拢茶药诶啦，来啦！做嘛啦？做嘛同手同脚？ 好呐，來呐，老唔聽數也係用誒，來呐。唔係啦。喵。有啦，一會有嘅等下。我都記得。跟有個一號哦，等下。中集中來啊！你是錢未啦？你買啦？ 我拿錢不拿？唔是啦，你買啦。來。
体，我迄样就转去要考天数。你莫去救，落个嘛个金融海啸，空冲出了铁了。反正哦，那一笔有投入好做，我就去。那笔做个赚钱。你唔点解个时间做只什么的？好笑哦，按多些还有桃花吧。那啲有运气就唔见摕咧，啊全部钱就俾你拿摕了，借摕咧？汤摕花夫人啊，这个碟啦。用的喏。唔免吞人的都是灭胎啊！唔用的。你唔会老爱讲你的消息，写唔掂真的假的？用我电啊，用我电哦。我唔知啊，无主老二讲啦。係啊。讲正经的哦，同你摕过后，俺人就拄到一只个扑胎戏个啦。我个班主哦，对我以后哦，还教我样的教扑胎戏，样的做戏啦。迄个暗号哦。嘿啊，伊还讲我迄嘛个旷世奇才啦。他唔咧黑白讲，我拢捌写，正经个啦。记住底点的，同伊讲个啊，什么个啊？哦，嘿哦，好啦。个班主啊，有一只妹的啦，就伊啊，就失恋咩？好啦，莫叫啦。迄个失恋又免唔失恋，迄个莫叫。哎呦，天涯何处哦无芳草啦！太家主有经验的。好啦，爱米啊，背面用的。爱米啊，就像偶像剧按样，天雷勾动地火，俺就牢记讲法啦。当你讲法，讲就变成喂，眼姐喂，地害啦！哎，唔出得唔出钱呢？佢条件唔喺个，老人脚出去。系啊，唔係13年呀，我哋係按多年呀，係唔記天數啦。係啊，係唔記天數啦。做的将来一些钱吗？哟，用了。妈，北妹啊，你叫冇看到吼？做嘛？见啦。你估你做嘛？去到呀，对啊，只数天数啊。哦，记呀，记得下。哦。
弄完了。溜滑梯啊！哎呀，有看过吗？很奇怪哦，全部都是香香的，两位还有三间咯。我老人讲有通道嘛，甲一种较严重较大条的，无吼痛痰是毋得。好啦，甲唔会长乱那个，又无尿，浪费俺的饲料嘞。妈，只验是迄题啊，迄一站的听听啦，唔会太久啦。啊，无听说是咧听书嘛个啊？家己要做嘛该喏，家有较爱人吼，按老人嫌小嫌皮儿，啊你无学咯那人，你唔咧唔会讲，啊对佢按好做嘛该。干的啦，今日比16秒乱好冇？食菜啊！是乱不乱？妈，你吃谁啊？一粒让我有拉咯。拉啦，一粒就好个啦。你个，搁夹。按是有拉呀。几点钟啊？伊是上乱的。我没有射眼哦。忙说哦。你不念自谁哦？冇乜嘅啦。你奇怪哦，卖出带动苗栗，走来走去无拄到嘛。妹妹，苗栗有冇一台哦？都唔會讀到你。你先前做嘛咯？学大闸蟹，是冇？忙学他呀！一隻颱風來，全部做逃兵啊，趙槍槍。喂，洪元鳳哦，挨到沃卡朋友家嘅錢全部了的，還唔記得買環保局告發，講嘅，因為講
破坏生态啊！破坏生态本来拢唔错噶。无钱无命的呢，出小气嘛要破坏生态，你认唔信啊？侬专门睇灭嗰條魚嘅毛的啦，先前咩好好嘅哈。老公讲啊，动到事情，免去甲讲我娘的，就做得娘。佢阿弟咁強嘅嘛，條牌一粒卵都搬唔出來。那冇黑論啊，沒用，清過喲。同人咧都市面太喲，叫韓總都安尼喲。冇拄好嘅啊，夾摸嘅變變啦，挨腳，做邊夾啊變變。是誰？家嘅阿弟姑咧，一爸哦，一間新做嘅廣播公司嘅經理。係哦，有不用嘅。你咪事情都憋過來呀，伊都死唔認啊，很刁強刺殺的。係哦，你用我按水想吼，看個。啲句，係咪有些怪怪？俺們唔點用你啊，從細路安尼。我屬實心理學嘅欣賞哦，我咪介紹嘛。好啦，好意思啊。你弄睇下咯，好意思嘅。你告訴我捧一批。安做嘛？大門嚟啦，大門嚟哦。係我又唔順意，而喺我乜嘅啊？神經病。我娘啦，我說是很久嘅咩？然後強下打啦。好啊。喂，強下大門呢？大門嚟咩？來，睇門嚟來了。喂，嚇唔該打喎。仲叫我打咩？做得啊，來了。太陽都打唔到，我小心啲咯。hand我中啊！哎呀，都打唔到。做好鞋啦，做苦牌都冇跟，因為老唔過。
看你。哎，你都打唔到，啲二面條錢你都打唔到，很難哦。这个100。來。應打嗌啊！侬會打樣人嘛？哎呦，又會按到。人哋佢都睇見都打唔贏。打唔到。你喊啲股空蟲啦？好啦好啦。好啦，我贏啦，你唔會打啦。先講你再打。何洪亮，阿弟哥，何洪亮，啊，按做，哎呦呦呦呦，來，阿伯檢查一下哈，哎呦，硬硬望一塊，哎呦，哦，好生哦，哦，按有精神咩？何洪亮，阿弟哥，哟。哦，想没哈？来，咕叽咕叽咕叽，咕叽咕叽咕叽红嘞，咕叽咕叽，哎，咕叽咕叽咕叽，哎，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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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咕叽咕叽，好没啦，咕叽，因为痛痒，哎，还有东西啊。來，你我骨頭喺五嘅，當好事咯。發生啦！阿毛，真好事咯。沒有。剛剛買了。有事啦，等下看我去上吼。哦。哈。天天來哦。啊。你看嘛，照片了。哎，照片呀，照片。安靜咩哈？喂，過嚟，安靜。哎。見到嘅，見到你啊，見到你嘛？唔係。今天好。你們用這邊嚟啊？不用貼嘛？不用貼。來過來，來走來。啊，不用貼，用照片咩啊？你喊。看見樹啊，你吃你。奶偷了。給你了，給了。用沒？吃了。哎，來過來嘛。愛吃你了。我這來，回來。用完了。长夜来思念，思念了又思念呐。打扮了又什麼？打扮了又什麼？打扮什麼？什麼個性緣咯？那哎呦呦的哟。思念呐，打扮了有什麼？打扮了有什麼？思念了真思念呐。
了解哦。罗总本家秘书啊，强两礼拜讲。家不用是想讲，哟，总你的新路安好啊，做得强2礼拜。所以啊，家了解事情啊，是别康嘞。哎呀，哎，罗总会偷袭哦，技术唔好啊。有办？今日有冇讲法？啊？冇啊，瑞啊，有，今日怪怪哦，啊，来为某诉讼的冇？嗯？我想讲，我们冇讲继续下去好诶。讲笑啊，系冇？啊？红个的，4月1号愚人节，怎么？冇人会认真的啦。老板哟，啊？做不影响好好啊？继续下去面冇嘛意思啊。啊？安尼下去面冇嘛意思的啊。唔是讲，哈，今日冇讲价。唔免啦，我讲正经的啦。一次安尼下去，我了解买意思啊？啊？俺系垃圾的冇？讲骗是骗的，该俺系买。冇安尼讲啦，你我该俺系买嘛？俺系你买，也叫你俺系你买。要给啦。你厉害讲，你厉害讲，啊！俩叫你，俺系你的嘛啥？你讲啊！太上做嘛啦！哎，老鹰讲，俩今年呢，免挨到公司老鹰填收啊！你会做节目？你会主持系吗？你自己系想看吗？冇公司不分哦。挨公司唔分。你唔系讲，你自己想看。入邊菜一醬哦，賣解死的啊！买芹菜，芹菜哈，来来来，拿解菜也不哎，拿芹菜。啊，今日中咗150哈，今日要買道菜呢。胡大英叔叔來啦，係啊，兒童會室。啊，你叔叔照顧係啊，要我啊。哦。哎，故事用我安排，哎，叫我係啊。唔會叫那些啦嘅啦，出得到嘅啦。啊，多謝。就350哈。350啊。哦。啊，找錢本啊，350本啊，謝謝啦哈，謝謝啊。
房子谢哈，谢谢。小张50元呢。有冇？有啦，来翻到呢。哦。冇啦，嗰啲冇50咧。用了没有？頭家啊，小張50元。来拿本嚟啊，照本嚟啊。冇啦，我冇看到啊。你照本嚟啊？冇咧。我哋照本嚟咧。小50啦。我哋係照本嘢咧，係照本嘢。怎麼全部一除以19色都踢水嘅？係照本嘢咧，哦。照伊咧錢咗照，冇就冇咩。要籌備少啦，少50元呢。我啦，我得咗人哋講啊，我做冇咧。那個對面那個咋阿春那去哪？哪？嗰個係照本我亂講啦，是當你啱字唔啱打個樣嘅啦，哈。啊，特別做奶藝啦。本身冇得冇得就見奶藝啦，呢照本嘢啦。開啦！我要走啦！做乜嘅啦？啊，照本嘢啦。有時阿姑娘生氣咯。啊，照本啦哈，排謝啦哈，謝謝啦哈。阿姨伯呀，我啱會19。係啦，我19帶火爐嘛啦，用嘅。啊，都較早都會死啊，做頭腦杯帶好咯。係啦，帶火爐嘛啦，19啦。人講哦，咁樣哦，啲股啊哦，真厲害哦，很日上是從50萬元呢。係啊。係啊。咁我嗱杜瑤咧，夾出嚟先，嚟。哦。夾埋先，夾埋先，嚟。叔叔。嚟。唔使啊。夾出先。擺隻。夾出，夾出。冇頭緒咯，我都細槍咧，基礎唔低哦。啲我冇乜嘅啦。嗱，咪年都係你啊，長通會強用啊。啊，啲個情形咩啲啊？我係唔推處理，而做做去對人用你嘅，我用個什麼？錯啦。用迄洗來的咩？係啲啦。照顧安用迄洗人的哦，伊辛苦哦。迄講好照顧伊嫂哦，還較辛苦。乜個意思？我下晝拄好看到唔啲嘅河鐵路前面同一張男人。唔聽中啊？冇，我就去買東西，經過天天就拄好嘅。
高云龙呢？佢迄乜嘢啊？伊马上唔关我事，我按到做嘛？也下个男人哦，做太重来熟事啊！唔把个自己冇按到啊？我做关心啊！我看到佢哋老板安尼隐瞒你啊！你迄有用啊，我做那种处理啊、天数啊。处理天数，我用嘛个处理嘛个天数啊？你自家讲好，你自家哈？也弄人来灭的嘛个？灭个布台戏有灭出嘛个哈？葡萄用用诶，条牌咩强下做太戏诶？啊，人家喏，人家有做好你自家哈，有管好你自家哈。你也好关心俺，用嘛个关心俺？人家做到安尼算嘛个哪么人？啊，吹害啦！以前老人上好个咋，该死个都死脱了咩？无听错啊，比上个适较聪明对个。啊，其实还能最想的是嘿，日本平常是按包用办事，俺又无喊唔买按多菜，唔想伊迄路卡哈。当时我无拜，帮平常就好了。做路快迄的，俺是看伊菜果。暖一下是好嘞，唔好打扫。哎，哦，你朋友啊？係啦，啊，帶幾轉呢？幾多錢1,200。天啊！你3歲做嘛？我差唔多是咯。哎呦！阿媽，做嘛？阿媽，不用開啦。讓我強好我。不用開啦。做嘛啦？愛咩愛咩，華夫本啊，本啊。做嘛？哎，走。他今天有什么？今天的餐主要就是要介绍桌上这几个菜。那麻烦你介绍。
子。等一下就是麻烦梅姐在介绍产品的时候，就是多多推广那个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东西。好，没问题。再麻好烦，谢谢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。今天走。哎呀，安总，还是我先去准备一下资料。好。哎，根本就安做。哎呀，今日过春熙，系啊。做嘛？涨呀，人工的啊。哦，好啊，赶紧继续涨。顶海啊！做嘛？俺问哦，哈，呀，迄佛朗明哥迄毛，系啊。哦，迄佛朗明哥安样跳起来哦，就会按起哦。唔了解啦。俺无学讲，俺用袂了解喏。冇共用的东西啊。无共用哦。无安用啦，俺表演不看，唔就表演佛朗明哥不爱看，好嘛？唔爱呀，嗰叫冇跳诶。好啦，做点嘛，好啦，俺表演不看，我唔咧。好啦，好。一定哦。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东西，冇乜嘅了不起。男人不过是一种消遣的东西，一时也唔稀奇。一年一加油，来相会，点在一位呀，切球破，马嘅係錢，馬嘅係意，係唔係自家講來自家事。有人一句話來相會啊，隨時分開啊，變孤單。一生為你有那麼，心情變變神經咯，豐富嘅。冲油啊！硬乜衝啦？哎袂，你都卡門啊！哦，來看哦，老唔強啊，男人哦，全部死毛病。哎哦，看落去較細緻條嘅哦。你講乜嘅啊？講笑啊！你講乜嘅啊？用嚟啦！講笑都唔得咯。唔用嚟啦！唔得講乜啦？唔得講乜啦？唔點解要參冇？唔似啊講過。唔點解離婚過後會參冇？我哋要用條件啊，咩？唔得講乜嘅？唔得講乜嘅啦？唔點你都肯用嚟唔用眼冇？唔眼用嚟我跳下弗朗明哥係咪？眼係唔用眼嗰團前絲發出嚟眼用嚟講嘢啦？你講乜笑啊？用嚟啊！你老當係高以後嘅嘛？你真係想去同離婚嘅嘛？啊？你嘛該做毛嘅咧？呀咧，腳存一支啊！做嘛該做毛？你困唔起啊？嘻嘻哈哈咁用嘅，你冇講笑冇嘻哈咁用嘅。挨落去啊！
歹势啊，俺唔要挑事嘅。还先打你啊，歹势啊。喂，吃饭嘅东西冇人用啦。我有一種誒，怪怪嘅。冇感覺啊？冇啊，例如龜丞相啊。喂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為難。人家會弄滾脆應該節目紅弄啊？啊？有冇？真的假？咁神奇嘅啊？是可能咩？神奇啊！冇聽說觀眾會喜歡啊！哇，驚乜解？天鳳你冇強樣樣。哎呦，有冇天係嘛？喂，做乜計啦？哪有看一下你乜計啊？我全在面啊！呢度馬莎，我係朋友啦。我朋友。前夫啦。當舞台戲弄嘅戲好，我都想講，像依類節目紅啊、弄啊、神奇啊，可能夠想得到觀眾咩？你用沙，你下大強下係冇？摸住人推啦，你推。哦。師傅，你做埋，平好。歹勢啦，唔啲咩都乜嘅。大家合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妹。今日做我以外呢，我係帶住我嘅好朋友，又帶住伊嘅好朋友來哦。我哋先來看第三位登場嘅係吳先生。千里路途遥，心急ผู้有款。彩霞無窮。吳先生好。哦，吳先生喊得來哦，唔係屁股用你嘅咯。我屁股本老虎嘅咬出嚟。哦，喊你哦。唔怕。老虎嘅本愛打死咧。哦，安尼，哈。今半夜來到呀，係哪位啊Melody。好。Melody。係啊。我做乜計喏？但能為隻老虎啊。好，來簽。係，來簽。看幾片？冇廿片。哎呦，有一隻老虎嘅哦。係公人阿媽嘅。媽嘅。哎呦，媽。係一隻哦。啊，邊一半樣隻啊？哎呦，我根本已冇半樣啦。哦，多謝啦，吳先生，今日來到我哋現場嗬，鄉親朋友也做啲打電話落來哦，同我哋打嘴鼓，同吳先生打下嘴鼓。我哋要電話落來哦，同羅嘅方先生，方先生好。唔係錢咯，吳先生唔好啊。呢朋友一百多100塊都唔好。我個開心住喎，啱呢來哦，咩新嘢呢？我一冚唪做阿公誒，唔知做兩日嘅冇？我同你兩講啊，以後當會識啦，當好識啦。安樣係咩？佢太巧嗎？
莫按你讲啦，我放慢一些啦。放慢哦，歹势歹势。其他放慢啲咧，不过会差不多90公斤。穆先生，这哦，我唔系吴先生，唔系嘛啥？我系天蓬太元帅祝年中。啊？你嘛祝年中封地哦。唔系啦，唔系，我系猪八戒。啊，猪八戒。哦，猪八戒哦，吼。我问一下哦，我啊范先生啊，人来嘅啊，系咩超夹夹嘅？你会点哦？哦，系哦。我就啲啊，我老公讲啊，我先通那个来嘅，是到东台站有时咧，屁屁从爱强调，对冇？安样佢通嘅系不样就做得完美嘅安样，多谢朱先生。你意思係講，方先生，你做得用俺哋嘅產品咯，俺哋有適合唔嘅奶爺爺，使得啊做得會個好誒，好冇？真嘅哦。嘿，正經，我食咖啡啲喂。俺哋會動要下哦，俺做只本俺哋嘅一個小書面呀，好冇？再每一樣嗬，順夢哈。这一盒，对啊，这一盒是定价4500嘛？你这一盒有没有定价？普通好嘅問題哦，就係判今年嘅老天數啦，弟弟啊，愛同個有青春痘哦，嘅細胞也唔會用你啦。你怎麼會知道？哎呦，愛咩嘅細胞嘢，愛咩為情所困，愛弟弟啦。講乜嘅呀？你講哦，你有青春痘，佢沒有青春痘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我就係上半嘅面膜有用，佢沒用。哎呦，太大就講就 Q 開啦。哦，有啦耶，俺哋有面膜吼，網同好唔做得好，打電話幫俺哋訂購專線，我都等下俺隨。我剛剛還有聽到啊，都是1000盒在買1000盒啊。哦，所以我看如果按照這個趨勢下來，沒有，謝謝，你們好，你們好。你們要賣東西啊，都要靠它。对，沒有啦，謝謝你們。谢。原来那个属实啊，还金黄意啦。我係吳兄。梁英公啊，做得安樣搞啊，攏生氣。你會講來冇？做得啊，有看做得啦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合作模式很好。你看，布袋戏可以翻红，我们也有业绩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下去。好啊，还有，你老什么音乐事情啊？自家技術啊好屌，我本什麼音啊，當年去看戶口。加油啦！哎，王爷，
成绩动红呢，啊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。两妹爱啦，还没爱啦。你天天也等啦。喂，喂，谁去来？小龙嫂，今年订东久了。千里路途远，心给铺有宽，彩霞无穷。哦，弟弟哎，我来了。走啊！啊！很爽快哦，做得等于来嘛。玩过啦。其形容的厉害哦，怎么安那大树你暗化？喂，人用啥安用？你无卡住好的啊，怎么落呀？冻鬼呢？好点点的出现，跟人关系有变呢。总好半下滴古有时间好习惯啊。安用啊，汉尼巴尔来哦，来到样啊，就软脱了。有同事嘛？做嘛？看你嘞啊，看哪一日吼，我精神较好，做么？潮汐同性欲吼有关系啦。哎，阿问阿问，你给神明附身是真经的呀？你真经会戏记哦？兄弟啊，系啊。大我，多带真的改啦。你走啊！天机不可泄了啊！杀鸡了！我妈天啊！没啦，你说也干呢？
恭喜呀恭喜，发呀发大财！哎，是港妹是港妹，嘿，辛苦的哦。拿加一点嘛。哎，小哥小哥，嘿，多加一点哈，辛苦的哈。加油啊！辛苦的，嘿。听你讲的员工旅游啊，员工旅游哦，爱讲吗？哎，辛苦的哦，是港妹是港妹。啊，谢谢。双双对对，太给太厉了，哈，你用的。怎么样？坐着。怎么样？还有10抽安过。呀。哦，是干咩啦？什么意？唔同人聽法啦，其他。明白了。嘿。好了。用呢？公司今年啊，收到2种存证信函啊，讲有个帮妹冲去抢公司的东西，钱容易心脏病过身。遐字幕是讲，安尼公司卖加入，可以告你。在哪？通宵。通宵相中。相中有属实吗？我无印象呢，敢有可听？冇要紧啦，来处理啊。你们是谁？好吗？大哥，节哀顺变，请问一下老太太真的是吃我们的保健食品吗？因为我对她完全没有印象呢。我们的保健食品很多人吃都觉得很有效，所以大姐，是你的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来冲下，没有啦，你还辛苦你冷静一点，给我讲好了，讲你怎样？再来看看，没有，你是别人讲讲，讲又不报你们，你们三个厉害，暴力的，是吧？有输要掉，干嘛啦？有必要这样吗？啊！你有眼吗？有必要这样吗？大家话好好讲嘛！干嘛对女孩子这样子啊？钟人，可真正是你啊！足牛逼的嘛！你喺伫遮啦？你欠咱偌济钱，你无清楚呀？你当初呢一直比，无代志啊你！我有去装钱啊！你装钱好来啊，装你倒来，有无？无。没有在这里。有诶无嘛？干！有打人！干嘛？无你代志，什么病啊？你什么？用安用了，警察出来嘞。我打电话。
妹啊，嘿，你倒来。喺對面啦，你即刻過來。好，好，你等下啊。妹呀，没有事情让你讲啊。打死我们！我们的节目啊，踩到人家频道业者购物频道的线，你知道，那些人都是有大哥的背景，搞得很复杂。然后阿志的债主又追到公司来，这2件事情啊，搞得现在鸡飞狗跳。老总意思是讲，伊两沙先歇困下啦，等事情下点再转来。还有一件4年的事情，阿妈想老人讲啊。做在枪击，阿妹呀。公司希望俺去故乡开分公司，俺想你一只当好的机会，你有让俺去吗？啊？一心等太阳，七夕呀，你那小木啊，木做声，牛郎一牛啊，一场命，啥人替因啊？疼痛啊！好彩哦，对俺真好，哎妈，嘿好，真好，嘿好啊！哎，老公，总台面，义民，老哥，郭台铭强用啊，强用哦，命强用，生意。强用，小富的强用，哎呦，无强用听听，无强用就差很多吧。去做生意爱做生意啊，你爱廖枪枪啊，蓝发廖枪枪，大闸蟹廖枪枪，石斑廖枪枪，全部廖枪枪，很严重哦。安在好多。好彩哦。咩嘅嘛嘅？我买小批嘅葡萄柚。都葡萄柚哦，长肚洞，很好，很好。不能想讲啊，系咪对不起，可以当场。佢边日用无怕唔怕咧？唔怕，强用，唔吵硬咩吵，强用。系啊，系啊。你有看到个高速公路吗？你看一下踩高上高下，
因通，唔哋通到哪？派屯帶來嘅時候。哦，強用暗慘，一下就強下誒，係冇？我同講，我感覺啊，如果唔睇順後啊，唔可以同人睇數啊，嗰種事情啊，叫我吃飯啊，叫我買東西啊。你感覺安尼成塊好，安陽青頭，安陽哥，一生意嘅就拉埋嚟，買酒，買酒。哎，梅姐，麻烦你过来看一下。贵姓？你是几点发现这个事情？我们在今天早上7点半发现。请问认识庄志远先生吗？然后你是什么原因来这边？我是来那个寺庙公拜拜的。拜拜了，发现。那你发现的时候，尸体就已经在这边。对，尸体就已经在这边。我冇挑你見嘛嘅。那你是住哪边？我是住北部。你说什么？对，你是住哪边？我是从北部下来这边拜拜。呢個也係平安符哦，唔帶從一個過後，唔都係生愛嘅日子嚟哦。如果保佑唔平安狀態，嗬，啱我乖咩？嗬，乖乖哦。哎，阿飛，我姐，要不呢？啊，什麼嘢？阿廖水果送嘢。安好，謝謝哦。謝謝。啊，你全部當好看咧，唔過你還冇誒，阿你擺都冇朋友好講快。哦，是冇按想象啦，我會講想辦法過開一隻節目，唔過下你擺講你冇按到好送嘅，我去幹買嘅。我係做演員嚟嘅，我重複喺埋做戲。做演員？做乜做演員咯？因為鐘太太過世咧。鐘太太？
睇幾集仲睇下。有計劃好，像老二講嘅，仲睇嘅事啊，老了又冇相干嘅。啊，先轉下，什麼嘢？哦。媽，起來用按叫，那有一叫買地菜啊，還有人送來呢，鳳梨糕。哎呀，要什麼？沒啊，阿弟姑呢？去洗손的啦。哪有？冇看到人啊？可能去深夜啊。親愛。不要快！買叮當啊！你看，快呀，買叮當啊！哔哔哔，哔，哔哔哔，哔。哎，小人在冲啥？哔。啊，你警察别人在冲啥？你冲啥？你冲啥？你冲啥？大白天你在这边路边在玩，你在玩，你在玩，玩什么东西啊？你在玩什么东西啊？玩什么东西啊？啊！用安咯。你估得地背啦？哦。
啊，吹中落去，吹哦。吹，嘿，吹。头头诶，无会烧起咯。哦，啊，中着水，啊，水，水，这个水落去，嘿。要不然会跳好冇？唔會，我看吧。那迄你无不用按导呀，你就按糖。妈妈就你什么？你最困难。妈唔好食好诶。乱讲，这都好食。跟你自家做诶，你要懂人讲好食啊。安尼。天风都冇钱哦。妈，你做安尼咁咪衰啦。开个蛋糕个黄黄个皮个哦，无论天痛哦，佢倒来会出猪咧。啊，唔想太多个啦，好衰个啦，吼。妈妈，你昨天夜肚子好冇？
子啊，要唔到人哦。无啦，就样行行看看啊啦，也着辛苦的哦。唔系啦，有好做都加减做啊。哎，有闲哦带去老老的哦。妈，俺的规律咯嘿，唔讲爱冲茶泡。妈，第五。妈。喂，副座，是帮忙，俺难等哦。哎。好，最多個人，好，用嚟咯，要用嚟冇？哎，什么事吗？这边不准进来哦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家属。低下啦。南所嘅来嘅吼，佢整理嘅时节发现佢掉嘅啦，看到嘅时节量查就冇掉去嘅。佢掉哦，用藥朱砂講，攞農藥注到咁嘅地度，即係落咁嘅石頭。應該係早上發生嘅事情。其實對人叫貓毛向向嘅地方。哦，你做得對你相處一下冇？你應該睇順氣嗬，聽佢同人講話嗬。其實我就是沒有看到安尼嘅情形呢。你交代我嘅皮嘅呀？我有帶到哦。好，我有帶到嘅哦。哎呀，出現啊，唔是少。我會拜託阿南叔替陪同照顧，完全唔是少。好，阿弟姑唔咩唔是少啊？已經到咗人家嘅都市誒，我依然吃菜嘅，唔會個好點點嘅路不點也到啦。也咩會改好哦，我會好好講你到，唔咩好好行哦。好，我好好行哦。唔記羽毛球鋪嘅啊，我會同帶到。唔路紅時咧打球嘅啊，運動對身體個好咩？好。
大吉大利，阖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一个节目也按多年来是冇按多乡亲嘅想象。我哋今日係最後一時備哦，我哋第一我錄下嘅家妹，我同大家分享。一家妹哦，喺我地區中嘅哦，伊為嘢唔掂哦，要照顧家婆，呀家妹人要自理都按好哦。呀按多年來呢，是冇也按多嘅阿叔阿伯、叔婆伯妹，呢按想象。還個同我分享人嘅心情，我其實學到幾多呢？唔係搶同人打嘴鼓哦。我以前有感覺啊，一定是每人青春有嘅都係愛情，如果我都得唔到嘅嘛，你就錯。感覺人生無味無事嘅。咱都相信，你能同他提相的。一路看你，就算唔係大好事情，係順順時時嘅，所有事的調下，就會營造幸福。阿婆，媽媽聽你講眼呢，還有 M 開間嘅嘢。講乜嘅我弄骨子咯，好格格做咧。好啦，關下電視。阮就好好講，唔是管啊。好啦。好。人哋一講咩啊，冇啥肉嘅喲，一定甜呢。唔係搶甜哦，佢含帶是把酸咬嘅米絲，也總係清好食的。唔過我地區啊，都種嘅人啊，啥款的食到。